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就在现主时，咱伫台北下晡4点，美国时间可能是半暝的透早的4点，那么已经传出了川普当选的消息。川普大复仇，共和党参众两院总赢大丰收。第一冲击乌克兰战争是要安怎收？台湾又搁安怎面对着川普这个生理人的骨瘤？今仔日4位专家斗阵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亞太綜合研究院院長童小成。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第二位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第三位政大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連鳳儀。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呢，咱張國成老師，小等再來到現場。首先，咱就先來關心美國大選共和黨候選人 Trump， 那麼超過了270張的選舉人票，確定當選總統。伊發表了一個勝選的這個演說，講到這是美國真正的黃金時代，這場勝利讓美國擱一擺偉大的機會。But it's a political victory that our country has never seen before, nothing like this. I want to thank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the extraordinary honor of being elected your 47th president and your 45th president. And every citizen, I will fight for you, for your family, and your future. Every single day, I will be fighting you, and with every breath in my body, I will not rest until we have delivered the strong, safe, and prosperous America that our children deserve and that you deserve. This will truly be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That's what we have to have. This is a magnificent victor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will allow us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Oh, 咱其實在這個選舉的過程當中，吼，不斷傳出了講，這個民調，哦，可能100，哦，大家互相有探面，但是實際上啊，即馬看起來，這個普選的這個票啊，川普他加了400-500萬票，哦，而且呢，這個川普雄雄會過300張，雖然即馬還佫咧開票，吼，當然袂當講講一面倒的選舉。不過，這也印證着某寡人吼，會講Trump 吼，的選民吼接受民調的時陣，攏較秘手，攏無啥愛表態。老師安怎看這擺選舉的結果？這擺選舉的結果就是講民心思變。一般的美國的老百姓吼，這生活無夠偌好啦，主要就是種通膨啦。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物價高漲，人就咧想啊，你物價高漲，你講去支持迄烏克蘭甲即中東，這算啥？你可以偌濟錢嘅，這些錢袂使用來阮家己身軀頂啊，這個轉變吼，就是講掠到這個社會氣氛，嘿，就是安尼。啊，毋過對手呢，這個賀錦麗啊，腦袋空空，所以講伊大概甲記者對談的時陣，講無物件啦，記者都滿頭霧水，攏聽無伊咧講啥物呢？所以講伊袂使講是一個真強的對手啦。啊，川普當然他機會較濟啦。啊，過來一個拜登。啊，拜登是即馬的總統，伊都兩個代志。拜登，我是看起來吼，毋捌甲賀錦麗啊做伙來競選，就是講拜登
我安尼讲啦，等于讲，他这贺锦丽啊，可能无爱拜登啊，可以徛台啦。惊伊会败票啦。对啊，就是安尼啊。啊，拜登讲唔对话，伊讲啊，讲笨手。所以讲这款代志，我是讲正应该是无应该发生的啦，啊，拢发生啊，啊，即摆袂安怎？贺锦丽后壁吼，拢请迄边挂车啊，挂车我是讲，敢若迄个化妆式的这个作用啊，作用无大啦，哦，所以讲我是讲即届吼，川普赢。我是无意外哦，我无意外哦，因为我一直咧看啊，一直咧看。但是老师，我看人的反应。老师，我补一个吼，参众两院啊，共和党提去，你认为这有意外无？有一寡，这个有一寡。我是讲本来吼，就是讲应该是讲你总统和共和党啊，这个参众两院啊，应该是。民主党，安尼才会有一个平衡啦，无想到。今日开票的时阵吼，我咧看吼，伊搁有啥物 governor 啊，搁有迄州长咧选举，州长啊、议员啊，规大堆。啊，看开始的时阵吼，我就想讲，哦，这款的势吼，足强的，啥物强的？就是讲共和党的吼，伊赢真济，啊输咧，输真少。啊，我想安尼大势一起啊。啊，这就代表一种社会气氛啦，吼。对。再来，我要请教着蔡老师吼。是。那这一次的选举吼，我有看到一个民调，讲吼，高中学历以下的，吼，读到高中出业的，男性、白人，大部分拢投互 Trump。吼，这是虾米社会气氛？如果咱看到这个川普在这个竞选一直咧讲吼，虽然讲啊，伊也有讲这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伊嘛讲吼 ，Trump will fix it。我的边境吼，我这个楼梯治安的问题、经济问题，我拢会甲处理好。老师，你安怎看这个社会气氛？对，所以你看，其实这次的选举内底吼，这川普总统有扮演两个角色，伊去麦当劳上班，吼，啊伊个扮做清洁队的队员，吼，其实伊就是伊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来向这个，比如讲伊的教育程度无真悬，但是就是讲，因为这个牵涉到讲经济好歹，吼，还是总体的，但是重点是我家己有头路无，吼，啊伊就拍着这点。因为经济议题是所有美国历次以来的选举拢是上重要的，因为你若经济巴肚无顾好，吼，要顾不做，巴肚去顾着做啊，吼，一定要先顾巴肚。啊，第二点，伊嘛甲这非法的这移民绑伫这交经济关系，因为重视对非法的来了，伊就是头路会抢去啊，嘿，头路抢。无毋对，有当时因嘛会去做一寡吼，美国人较无愿意做的工课。但是对这个美国人来讲，经济议题是上重要的吼，因为物价若是波动的话，你根本就日常的用品拢无在了买啊。所以即届选举吼，我感觉伊的策略真清楚啊，讲伊要诉求这帮人。啊，民主党即个何金的伊伫即个议题，尤其这移民的问题，伊就无法度啊，因为伊毋是用真严厉的手段去处理嘛。啊，就算讲伊限制迄个人数例外，问题是。迄个边界就是无法度，迄个算真济芳啊，吼！啊，你有可能安尼，你要立白，吼！啊，你到底是要安怎处理这个人？但是川普总统的意思讲吼，拢要牵上等去，哦，伊这是真强的，真强的这个设施啊，吼！咱当然爱看，当然伊这过程中伊嘛答应足济，但是讲伊也未做总统之前要处理乌克兰的问题啦，吼！啊，伊要甲中国的关税加到60%，我想吼，咱来。变看啦，因为伊即马调啊，吼啊，是毋是伊会安尼做？吼，咱大家会当来大家考虑吼。是。但是伊即个国会即个参众两院，现在会当拢个得手，最简单的啊，伊就是甲派嘛。伊总统伊赢，伊派遐共和党的遐众议员来，
哦，这就是政治学的理论，讲你总统赢，你就是派遐个人起来。哦，啊，当然这届参议员敢若定选34，啊，民主党原本伫参议员是得手嘛，但是你也想嘛，伊真若是调总统，伊派遐个人起来，参议员就过半，啊，众议员本队就是啊，本队就是共和党的嘛，吼。所以我感觉讲，就是讲，但是咱大家袂当认为讲，共和党伫这2院得手，就表示因拢会交川普的政策共款无，国会有家己的意见，吼啊，国会有可能，我相信吼，有一项我会当肯定啊，因这两个国会两院对台湾支持，这有共识。咱小等再过来讨论关于到这个 Trump 当选总统了后。对着国际，对着咱台湾的政策吼，我想要来问院长吼，院长你安怎评论这摆这个选举是 Trump 真够选举吼，还是讲无伊是较抓着这个社会气氛啊？民主党吼一路吼，因为拜登这个气势就歹去，虽然换咧这个何金丽起来吼。看起来敢若有起色，但是何金丽吼后来拢叫人认为像头仔院长讲的，敢若花干啊，哦讲袂出啥物 ChatGPT 的迄种话出来。老师安怎看待？我是感觉伊即届吼，Trump 伊的政见其实是足简单的，就是一般社会大众，尤其是较多主持人有讲的，就是讲较可能教育程度无遐悬的，一听就听足清楚的。伫咧内政方面，伊应该我啦规的2点，一点就是非法的移民，就感觉讲啊，这移民就是摕走咱的工作机会啊，甚至来咱美国犯罪啊，造成社会的这个混乱而且佫讲你民主党我开钱佫教化，佫互伊洗身躯，佫会创啊有诶无诶安尼。啊，内政第2点就是制造业要转来美国。就是讲啊，咱流失是足侪迄个制造业拢去外国啊，包括可能伊有点着咱诶部分啊，吼，的部分。所以内政内底这2点其实对，尤其是较多两位老师拢有讲啊，吼，就是讲伫咧经济方面啊，较无遐好诶人，伊一听就感觉讲，这对啊，我毋若无我诶工作机会，佮放一寡人入来我美国内底，毋若摕着我诶工作机会，甚至佮来互即个社会混乱，吼，这是内政诶方面。外交诶方面，第一个当然嘛是打压中国。哦，这真清楚，这一听就知影讲，美国以后要对中国是较硬，吼，这不管是啥物政策，吼，这部分。第2个就是结束战争嘛，就是迄个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啊，这个结束这个战争，上重要就是我毋免去援助遮济钱的出去的嘛，对吧？我就省起来了，我就会使带过来嘛。所以你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有足侪议题，但是这。内政这2个议题，甲这外交这2个议题，其实足清楚的。一般社会大众，你教育程度无悬的，就听嘛足清楚的。啊，当然内底有要安怎去执行，我是感觉讲吼，伊有一寡讲法啦。但是一般来讲，咱若讲做较学术的讨论吼，其实有是毋是伊讲的，是毋是会达成伊的目标？吼啊，这是需要讨论的。但是以选举来讲，就像主持人来讲。你也一个议题，你讲会出来，讲大家拢听有，啊，你阁会使得到大家即个同意，安尼即个选举就好选啦。啊，当然，这何金咧，伊对这4个议题，不管是内政的2个议题，还是外交的2个议题，其实伊无交迄个 Trump 较无共款的即个政策，所以伊无法度去。反驳种你要安尼做啊？我有啥物更较好的方法无？无，伊对人行，你要对人行，这就足危险的。大家会感觉讲啊，你也无更较好的解决方法，我当然嘛是照川普这个政策来行啊。所以即个看起来啊，当然啦，伫咧最后1礼拜吼，选举最后1礼拜，其实交进程有迄个氛围有啥物，就是迄个气氛有一点仔无共款吼，即足侪即个不管是。民调也是讲伫咧美国的即个氛围，其实就会感觉讲，川普是毋是伊的声势慢慢起来？因为川普敢若伫咧民调内底嘛，感觉讲伊的支持伊的即个选民敢若较温实，较无较秘书，较袂表达，甚至伊可能讲无共款的都要倒摆的即个话，但到最后1礼拜了，因拢足敢讲的，哦，就是讲表达讲啊，我就是支持 Trump， 啊，我是感觉选举愈到后壁。愈袂使有啥物毋对，顶届较多迄个
本色讲，迄其实足伤的，尤其是你也是共和党的选民，你会感觉讲奇怪，我是干单纯的支持。我跟他投票啊，我跟你讲串顺手。你讲我是本色，就讲这一般人，你莫讲是美国人，你讲你也是外国的人，你听到这种这个评论，你嘛感觉讲安尼，我就是本来是讲一个大家真公平的这个讨论，尤其是个对一个总统现任的总统讲出来，我想迄个伤害可能算足大的啦。一定我给问一个问题吼，在这一次的选举，咱敢有通啊？互观众朋友一个概念，就是民主党甲共和党在这个基本的价值顶头，尤其咱看到这个移民政策，吼，你看民主党对着移民政策，甲共和党。尤其 Trump 个人的主张吼较强硬，民主党看起来较讲究着人道，吼要安怎，互你安怎？这个基本的价值吼，安怎来区别？你有啥物看法？就基本的无共是啥物？基本上一个国家追求伊家己的国家利益，这是天经地义的，就是天公地道的啦，这本来就是安尼。是讲你要做一个较强。要做一个老大，要做一个国家，要做一个领导的国家，伫国际政治咧运作内底，你得爱有迄个道德理想的迄个生活。价值对，迄个就是咱要讲的价值。但是价值甲迄个价效，就是讲你要爱的迄个，要爱的迄两个基本上是一个现实，是一个是理想。一般你也要做领导的国家，你当然爱对国际社会表达较侪价值的迄种程度，但是假使你啊，迄个部分你较无咧去注重，你会感觉讲我就是完全拢爱我家己国家的即个利益，我剩咧无啥要去照顾着，安尼你的领导地位是毋是大家会去慢慢安尼怀疑你是毋是还佫会使领导大家？这就大家会使。国际盟友开始会来思考一下。对啊，思考的问题。即咱下一趴咱再来讲吼，即马张老师来到现场吼，老师你安怎看待即摆 Trump 会胜利？我受即边的选举吼，看起来民主党吼本身的选举的策略是比起顶边是较弱，所以咧顶边拜登赢的州，即边拢输，吼代表讲就是选民走去。这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民走去？我认为第一是美国人的孤立主义，就是感觉讲咱美国无需要去插遐尔侪别国的代志的人这边是较侪，所以咧这是川普上基本的支持者。所以川普讲几下边乌克兰的战争，伊无要去插基本上这些支持者是欢喜听伊安尼讲，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咧，就是美国的选民这边较保守，对一个这个查某人，而且唔是传统的白色的人这当然伫社会上应该拢爱平等，不管是什么色的人其实不管是头壳还是身这个人格，拢无差别。但是咧，美国是毋是也有100%几下趴的人认为国家应该爱是一个标准的白色的查甫人来领导？所以这有差，这绝对有差所以咧，咱看到这个川普迄支持者伊是非常的支持，然后咧对这个选举的中间对这种的这个普通的小卡但是张老师，歹势咱先停一下奥巴马迄阵时，伊嘛黑人，虽然伊是查甫，但是黑人咯。对。伊甲即个，伊虽然胡锦丽嘛，袂讲纯正的即个黑人。对。这还有差别咯，是吗？这奥巴马第一伊是一个查甫的，美国的政治政治学者拢足了解就是比起台湾美国的政治人物，不管是国会的议员，还是各州的这个领导人这个基本上还是男性的比例还是非常高。这是一个现实的事，这个现实的代志。这边来讲美国咧，足侪人讲非法的移民，
这个是一个足大问题。足侪选民嘛认为，美国应该要来处理这款问题。但是咧，非法移民上侪嘅州，加州加纽约，上支持民主党，颠倒是较支持民主党。所以咧，足侪选民嘅投票，其实是本身嘅观念，唔是真正一生活拄到非法移民对有啥物妨害。所以咧，川普虽然伊法律上、道德上，所有美国嘅媒体拢承認，伊有淡薄仔較唔對嘅所在，較有即個爭議嘅所在。但是咧，足儕人嘅感覺就是對伊無影響。顛倒是民主黨這4年足儕嘅所在物價有起，無處理好，較大家感覺較無處理好。然後咧，即個選舉中間即個川普互清拍掉，伊表現咧袂歹。第三咧，就是我以前甲我朋友有一個會議，我嘛報告，就是美國嘅憲法、美國嘅制度是100多年以前設計，所以足儕嘅法律嘅規定配合即馬即種嘅資訊嘅時代、電腦網絡嘅時代已經過時啊。親像即邊馬斯克就好，馬斯克是一個大頭家，伊即邊用足儕科技嘅方式，足儕法律咧。無規定嘅所在，有人來調漲啦，然後咧希望大家來支持川普啦，用這個法律嘅方式，這個法律無規定嘅方式為川普要康胖，對，鄧康胖。結果咧法律對伊無法度，但是咧對足儕州就對川普足有作用。所以咧，我看今仔暗時美國嘅暗時川普嘅感謝感謝所有人，感謝足儕人。伊感謝上濟嘅，唔是就是馬斯克講伊是一個天才啦，安怎講講實在，我是唔捌聽過任何一個美國總統嘅當選人伫這個感謝嘅時陣除了感謝伊嘅父母啦，感謝選民感謝挑工一個個人，而且是一個大頭家我看川普是 No.1， 你有史以來是第一個。這就代表這邊科技嘅方式，這個影響到美國這種過去傳統嘅選舉制度，變做講足儕州影響力無成比例，唔是講全國每一個選民嘅每一條票攏是平等嘅。這是過去大家感覺較袂要緊，但是這邊看起來影響就足大。是。然後咧，這川普嘛是。講足濟話，親像你講 tip， 就是即個小費，喺台灣較無即種物件，喺美國攏有，即馬是免稅金。然後咧加班，即加班咧費薪水嘛免稅金。這對基層嘅人來講，迄收入嘅主要嘅成分。對啊，聽起來嘛爽，投就留投落。講實在是毋是會當真正遐爾方式嘅規定足濟後壁嘅美格。但是咧，伊就先講嘅大家就感覺講，哎呀，不管如何反正就一票。先講先贏，先講先贏，先鬥先贏。這嘛是一個足重要嘅物件。然後咧，這個最近國際上，咱節目嘛討論，這烏克蘭嘅戰爭，這個以色列嘅戰爭，變做美國人逐工報紙拍開攏戰爭，但是咧，川普就講，這個我起來。一講就要解決，戰爭就會當解決。這實在佇親像台灣有一個人咧選市長，伊講伊選掉每一人送一台奧多拜，大家想不管有啊無有啊好無啊好聽落就爽，聽落就爽，等落去就好。尾這個來講，反正無嘛對我無啥損失啦，我本來就無啊。對咧戰爭嘅代志嘛是安尼，尤其是知識分子足濟感覺美國實在本身嘅經濟嘛好，社會嘛好，應該愛開較濟時間、較濟資源去關心本身嘅代志。所以咧，你去鬥早講迄烏克蘭啦，其他所在，伊就感覺美國足濟人感覺講無需要開遐爾啊濟資源。即甲美國以前去越南拍戰爭，越南戰爭嘅時陣總統是民主黨啊。結果越南嘅戰爭拍幾項年無結果，結果咧共和黨嘅尼克森，就起來講，我起來以後絕對解決戰爭。結果咧，你就贏。1972年嘅選舉，
尼克森赢到赢到忝忝忝的，赢到忝忝忝，全国50州，尼克森输一州尔，赢49州，就代表吼要解决战争吼，这个领导人吼，伫美国嘅社会吼，伊会受到嘅欢迎吼，还是无成比例。这嘛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对。再来，咱就来问吼，Trump 若当选了，国际盟友，吼，包括台湾在内，吼，有人开始踹蛋，因为昨啊，上午要选情之夜 ，Trump 就讲，你哦，我若当选吼，我打电话习近平，伊会接我的电话。何锦丽若靠伊，伊才袂接。我甲习近平是好朋友，吼。啊，伊也佫进前也讲啊，我一工就甲解决战杀，乌克兰战争我一工就甲解决。老师安怎看待讲？这个美国总统哦，有影是非典型的美国总统哦。我是讲吼，为短期来看吼，短期吼，就是讲伊的甲习近平吼，甲中国吼，会使做一个讲 modus vivendi， 就是讲一个生存的新的一个模式哦。啊，甲普丁呢，哦，这都无共啊。甲普丁呢，伊会甲普丁斗相共来解决这个乌克兰的问题。啊了后呢，联俄制中，这是一个真可能发生的代志。意思是讲，我美国，我会使拉一打一，拉一打一的是这意思是安怎？意思是讲啊，这个政情哈，我会使甲俄罗斯来合作来对抗中国。啊，另外一个政策呢，所以伊才会讲，我会甲习近平、甲普京、甲跳线。哎对哦，对啊，就是安尼啊。因为即马呢，就是讲美国啦，哦，就因为这乌克兰战争吼，甲俄罗斯甲中国哈，啊，毋就即马上紧张的应该是乌克兰的总统。哦，当然啦，伊都无啥物，伊会使安怎？伊即马就准备讲，我来割地来还债，干那安尼尔，无变怎？啊，川普就讲得真清楚啊，伊讲马上来解决，啊，解决了后呢，哦，这对这个国际的形势吼，哦，影响足大的。就是讲，我头拄讲的，伊甲普丁的关系会改变，伊甲习近平的关系嘛会改变。改变是改好啊，改歹？改好啊，改好。啊，习近平咧，无一定啊，唔知咧，伊爱谈判，爱谈判。伊讲我收你的老师，你的税金。因为讲吼，伊即个人真好做生意，真quyền溜，所以呢，伊咧交易吼，伊咧看待即种国际关系，拢用交易的方式吼，因一种为了 Trump trade， 吼，即川普交易。所以呢，台湾哦，安怎拄安怎，因为譬如讲，伊可能甲习近平讲，你毋通过来军演安尼洗，哦，啊，我就晶片吼，我就加减卖你一寡，敢会安呢？还是讲，你要换即项，无我即项歪理，我换即项，可能你会食，伊敢会安尼来？会啊，我是讲，这个就是我头拄讲的。拉一打一的这个意思嘛，就是讲你是爱看艺术，看这个什么题目，看什么题目？看什么题目？看什么题目？这个题目我会使甲俄罗斯合作，我都甲伊合作来对抗中国。啊，另外呢，变过来，我来联中制俄，这个是讲是个新的可能发生的这国际上的。新的形势，啊，美国呢，都徛伫一个做，就是讲很做自主的地位啦，讲到自主的地位，啊，即马无啊，即马你中国甲俄罗斯两个好朋友啊，两个马吉啊，啊，你美国变怎？无，咱台湾呢，你认为咱台湾即马面对的情形有比进前搁较歹吗？以后会搁较歹吗？这歹讲的，
这嘛是嘛看伊要创啥物？对，这真歹讲。啊，川普呢，就这个生理人啊，你讲真骨溜安尼。对。啊，你拜登甲贺锦丽咧，啊，可能阮甲会使啊，看起来讲，啊，是安怎？什么款的路线？是，蔡老师你安怎看？是我的看法有一点无共，讲美国的现实主义的看法是交头头唐老师讲的同款。伊讲爱联合俄罗斯来打击中国，但是伊即马即个罗西亚交中国是裤头甲做伙咧，因两个就是互相一定爱挺落啊。啊，你伫民主国家的阵营内底，你讲你即马要去交即个侵略乌克兰即个普丁合作。这民主党也好啊，是我美国人讲，当然你会当讲啊，唔免援助遐济钱啊。但是你讲要去交伊夹，我讲这伫迄个感情上也是理念上吼，这是一个足大的转变。有可能伊甲喊讲，你袂使继续拍啦吼，啊你就是爱处理。伊的意思就是讲吼，遮占的所在变做非战区，啊大家过来瞧。当然伊我都解决这个战争，咱嘛是感觉会当接受啊。但是我感觉讲，伊现主是要交。这罗西亚来合作，我看吼，无法度，毋是咱想，因为罗西亚家己本身吼，因为拍这条战争吼，伊嘛足需要中国的啊，伊爱甚至爱中国甲斗相共，甲斗骹手，遐个物件吼、物资吼、战争的一寡零件，迄拢爱中国嘛。啊，你讲你要甲因两个吼，甲讲甲跳开吼，要甲因两个讲啊，这个恁两个莫搁做伙啊，这现主是有困难啊，现主是有困难。老师，而且安尼足简单。俄罗斯讲说你要甲我合作，啊，我的制裁你也甲我取消，到这点就无法度啊啦。老师，那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讲，我咧凊退啊，这个凊啊吼，我唔是假，我嘛免讲要对你罗西亚较好，我只要对着北约一寡国家吼，我讲这个军费吼歹势，来援助这乌克兰的物件，恁家己出啦吼。我不爱出啦，我北约的钱我就不爱出啦，或者是讲其他的军火都不爱出。安尼欧洲这寡盟友就大家都无收啊。对，伊的意思就是要死道友，无死兵道啦。就恁出较济啦，伊大概嘛拢安尼啦，但是伊就是生理。安尼就是后面的斗相共的意思咯。不，伊会画这个价啊，伊咧画价，来你就是大家加出挂，你讲伊要完全拢甲放水流，拢莫插伊。无可能啊，所以有部分是孤立主义无毋对啦，但是毋是完全拢孤立主义啊。伊叫什么见面的时阵，伊个出去甲我接一个电话，讲要轰炸利比亚，什么听着你要轰炸利比亚，我都着讲以后是毋是？所以我讲啊，伊咧吓惊人的时阵是足厉害的啊。当然有的话吼，咱即马先听啦因为有讲的话，当时啊，你讲到时是毋是拔拉票无人知，但是伊有一点就是讲。对美国你有利益的，你就是爱听我的话，最简单。你就爱增加，你真开无够，我感觉你开了无够，我们可能无法度出遐济啊。你就是，但是你讲完全讲伊交北约拢放弃，那有可能啊？这无可能。你国际政治毋是安尼用的，毋是讲脱面就拢走了啊，袂当安尼啦。一定安怎看？这个应该咱看这个可能爱较听斟酌，伊到底是要爱啥物？伊即马是讲伊要甲即个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结束，伊会使伊的部分会使做，就是我美国无要搁援助乌克兰任何一家人。但是万一啦，欧洲讲啊，即个任务我打起来，战争共款会搁继续拍。所以你要注意听讲，伊到底伊要结束是啥物意思？是讲我美国。我爱援助啊，还是讲我要用我美国的实力，互你俄罗斯甲乌克兰，你就坐落来，和谈签约，即个结束。这就要看咱会使确定的，就是讲伊可能无要援助，但是战争是毋是会搁继续拍，就要看欧洲的心意，伊是安怎去想法。北约虽然北约也是美国咧领导，但是即马起来即个秘书长是原来荷兰的总理，即个是较鹰派。伊对即个欧洲的即个安全，尤其是对俄罗斯，是较印象较无好。伊感觉讲，即个战争较使咱西方的即个国家，若较使无要看，就是无要搁继续帮助，就是代表咱较多讲的迄个价值，国际政治内底迄个价值无去啊。咱要援助乌克兰，完全是迄个
价值的问题，即国际政治的价值的问题，是迄个理想、迄个道德的问题。啊，即马就是讲，毋是讲无原则，就是无道德，就是讲，咱就向美国就是传播，就是向较现实的即个方面来行嘛。所以伊感觉讲啊，我就是无一个原则啊，啊，你家己就会使坐落来好谈。但是美国是毋是伊会做这第二步？伊会使卖原则，但是伊是毋是要发挥伊的影响力，叫这两国坐落来啊，一个看欧洲哦啊，所以欧洲的心意，第个伊的决定真重要。啊，个看川普伊是毋是伊有迄个力要压欧洲讲，歹势，我的想法就是恁两个俄罗斯甲乌克兰爱坐落来好谈。啊，这是爱咱爱看的部分啦，吼，这部分。第二就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方面，吼，我想较多老师头前也咧讲啊，就是讲伊伫咧第一届咧做总统的时阵，其实大家拢知影，伊伫咧选举头前嘛，调讲人把甲挖出来讲啊，伊伫咧迄个 COVID 的时阵，啊，佮用迄个，佮有迄个药品啊，是讲迄个迄个互即个川普迄个普京。啊，伊嘛家己讲对啊，我叫伊通过6-7通电话，所以伊要表达就是讲，我想大家要调讲把这项代志讲出来，就是要互伊感觉讲即个你看即个美国的即个川普佮交迄个普京，大家都偷来暗去安尼吼，对伊可能会感觉有影响，但是伊嘛公开承认，所以代表讲伊的评估内底感觉这是无问题的。本来，所以伊交俄罗斯的关系，交普丁的关系，对第一届就知啊，也毋是因为迄个是通俄门的代志，就美国的国会硬压落来。其实伊要交俄罗斯发展较好的，就美国甲俄罗斯发展较好的关系，其实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关系若较好，是毋是美国甲俄罗斯的关系较好了，俄罗斯甲中国的关系就会较歹啊？这嘛无一定，嘛无一定，因为俄罗斯有家己的需要。今仔假使你川普4年好，你对我俄罗斯较好，啊，万一过来后壁，接袂落来啊。对啊，我即摆叫你较好疏远中国了后，啊，万一未来交中国敢会使个弥补迄个关系？所以我叫美国，虽然美国可能对川普伊会甲迄个普京有一寡政策，伊会交伊较好，但是你讲安尼就互普京会使离开中国，我是感觉这应该要个小可较远啊。那所以一定，所以伊对咱台湾呢，那因为习近平，伊甲习近平有当讲个春车，敢会对咱台湾较无较过去较好？因为真歹讲，迄阵时我都会记诶，伊就直接就敲电话互蔡英文总统，那蔡英文总统呢？就带着，佫问无聊讲是真啊假？我就有影敲电话来，这个人咱就唔知影讲，伊就真骨溜，真歹义气。你在老师你的看法，印证你的看法是，伊要安怎对待着甲美国、中国甲台湾的三角关系？我感觉伊伫咧经济、贸易、科技这方面，伊会维持伊美国上强的地位，所以这个方面内底拢无啥物好讲的。在科技内底一定保持上强啊。较多经济贸易内底，包括较多主持人讲的，我相信就是讲需要1到3工的，一家人可能拢走袂去啦，该付的拢爱付，所以你也要找我1到3工的，就是爱付钱。过来就是卖武器，我感觉对伊来讲，以前的政府可能有当下顾虑到中国的想法，讲卖武器可能会惊去互北京无欢喜，但是卖武器本身就是一种趁钱的方法啦。所以卖武器，我感觉对伊来讲，你也要买会使啊，你就反正你也钱出来，我就卖你啊。所以伊既然都唔惊交中国有啥物对抗啊，所以伊卖武器有啥物好烦恼？但刁老师，那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共和党卖咱的武器是传统性的，民主党卖的拢是不对称的，就是讲真正有效的，讲起来较有道理，较有逻辑关系共和党卖拢讲大型的传统的较贵的，但是交付的时间足久的啦，因为咱即摆这个死线是2027啊。这寡重型的传统的武器拢袂付气啊！老师安怎看？
我看川普时代台湾，不管是大型的传统的，还是这个不对称的吼，我看拢卖少受上济啦。嗯，第一头拄仔讲到乌克兰吼，即摆乌克兰全美国所有的专家，不管是左派右派，普遍拢认为吼，乌克兰基本上结束啦，已经结束了，因为吼欧洲是无可能打会起来帮助乌克兰这种责任是无可能的。美国一国的国防，欧洲的老炮，你无实力。美国一国的国防预算是欧洲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2倍。美国支持乌克兰，不只是提资源去乌克兰，嘛是同罗西亚表示，你做甲受过头，我美国随时有可能为帮助变做出兵。吼，亲像迄个时阵越南是共款，美国是大国。伊要拍战，绝对有理由啦。吼，伊是绝对无需要去找联合国，还是找啥理由？你罗西亚受到过分，美国随时有可能出兵。所以咧，美国派足济，吼，讲实在嘛是军事的人员去乌克兰到伊协助用这种武器。到底这个人是去教这个乌克兰的兵用这种武器，还是真正家己去使用这种武器，变做一只甲罗西亚战争？讲实在无人讲得清楚啊。哦，至少进步啦，啥物？哦，实际上嘛是已经导入老师，你认为川普对咱的这个武器的这个军售，可能会 stop 起来？所以咧，川普即马乌克兰这个吼，基本上欧洲可能道德上还是支持，但是实际上支持的这个力量吼，我想变小去，一定变小。台湾吼是另外一个问题。哦，足侪人讲川普对中国话咬话凶。但是咧，伫川普第一任做总统的时阵，伊甲习近平签足济，讲习近平讲啊，为减少这个贸易的问题，爱到美国买物件有无？大家拢有印象啊，讲爱买这去减少这个贸易无公平的所在，根本拢无做到，川普敢安怎？敢有啥物办法？即边选举我看为伊提名到即马。差不多一年左右，我毋捌听过伊讲过一句话，讲习近平骗，甲我白贼，无讲过讲习近平以前甲我美国答应要买啥，根本拢无做到，结果我即马买对习近平安怎？伊一句话，我甲习近平关系就好，就代表这个人基本上绝对毋是亲像外面的人受到讲伊对中国绝对硬硬。其实因咧查某囡仔，因咧这个竞赛，甲中国的关系非常之好。伫美国足侪记者早就已经有足侪报道，讲其实川普的家族对中国的关系，其实这嘛正常嘛，因为这家族嘛普通人嘛，伊甲中国做生意，查某孙啊，对啊，无犯法啦，讲华语咧，对啊，所以咧，美国退休的以前的国务卿蓬佩奥，伊咧国安的顾问普顿，即个人每一个拢讲即个川普以前伫中国是偌济让步，但是外口咧，中国是无烦恼，讲你外口硬不要紧，私底下甲我合作就好，你的民主做互你较不要紧。中国以前到即马拢安尼，对任何人拢是安尼啦，私底下你照顾真正让步，公开咧，外口咧，我较配合你，不要紧。对川普嘛安尼，对马英九嘛安尼，全部一定是安尼。所以咧，即马即个川普讲好啊，你每一个国家爱保护费嘛，台湾嘛爱保护费。安尼讲到钱，我以前甲大家报告，讲到钱就是钱济人大声。讲到即种钱，讲到即种诶，爱对美国开钱中国绝对比你台湾有实力100倍。因为伊讲有国会，你即马川普讲你台湾应该爱增加国防预算，增加到10%。所以老师概念是足悲观吗？我认为台湾一定爱有上歹的状况发生的时阵的准备啦。因为这种上歹的状况包含伊对罗西亚让步，伊对中国让步，
伊对这个其他国家吼，美国的朋友吼，颠倒伊是较大声，亲像以前伊对韩国就大声，吼，伊去走到北韩，吼，去甲迄金正恩哦，偌么子的握手，结果咧韩国吼就惊呀，讲哦，是毋是别咱袂调？韩国是甲美国有邦交呢，伊联合国有实力的，然后韩国的军事、这个经济比北韩大唔知偌侪倍，但是伊嘛烦恼呢。所以咧，我观察今年10月初1，吼，这个韩国叫做国军日啦，就是伊咧这个军人的节日，吼，伊就有一个阅兵。韩国这边吼，挑工摕2架飞弹出来，足大架的飞弹，吼，就是代表讲吼。假使你美国无要甲咱保护，假使你美国爱交易，我嘛无会惊啦。每一个国家吼，拢无希望变做其他国家交易的对象。所以咧，伊讲好啊，这个下当甲这个甲韩国啊其他国家吼，根本都是家己甲中国谈就好啊。我无互美国把我代理，互我代理啊。吼，这是其他国家拢实在拢伫咧准备啊。所以台湾吼。其实，这个对川普来讲，伊对中国，伊希望中国，这个卖国继续甲美国做敌人，这正常。但是咧，伊可能就是讲，好啊，你未来，我伫台湾问题做啥物留步，外处你伫罗西亚问题做啥物留步，这是有可能，这是有可能啊。你讲好台湾会当付啥物保护费，中国嘛会当付一号卖保护费啊。买武器就好，台湾今年甲美国买武器，敢有100亿美金？无啊，2、30亿美金就好。对中国来讲，好啦，你台湾买互袂要紧，你卖袂互伊，我全部钱开互你包起来。对中国来讲，敢是一个问题。讲实在，中国每一边拢在抗议啊，抗议美国卖武器互台湾，美国制造武器互台湾的公司，中国全部拢制裁嘛。波音啊，洛希德嘛，但是中国私底下拢走甲伊个公司讲，你即马甲咱中国合作，你卖互台湾的钱吼，爱趁的钱吼，你甲咱中国来合作，咱中国对你美国的技术吼是非常的欢迎啦。你甲咱合作，绝对条件是较好。讲实在，中国对上重要的技术吼，甲美国合作吼是绝对无会。这些烦恼的钱啦，所以马斯克即马对中国来讲这个中国嘛欢迎伊嘛对中国看到伊的第2个故乡啊，这就是中国这种国家这种做法。所以咧，假使无这个关心价值、关心继续，安尼对这种较无钱的国家就危险。全世界假使讲啥物代志拢讲钱啦。安尼就无需要政府啊，无需要法律啦。来，议长，你安怎看待？张老师讲啊，真悲观哦。这个生理人看到的是价小，唔是价值哦。啊，台湾要安怎自处？我是讲我唔是悲观啦，我是讲我确定啦，就唔知影要安怎啦。即马是安尼啦吼，即马中国甲俄罗斯吼，伊即马是嘛，啊美国呢都想讲要甲即款的。格局甲拍破，拍破呢，美国才会使徛咧主动的地位。这个是我是讲是川普咧想的代志，要毋过暂时会做会到，也毋知咧。这就是讲要一步一步来啦。是讲我的主张是安尼，是讲 issue oriented。就是讲看议题，即马咧，你美国甲俄罗斯你有啥物议题？啥物拢无啊，拢是负面的议题，拢是咧抵制啦，又是咧制裁啦，又是了后咧，为乌克兰开始，美国甲俄罗斯川普甲普丁伊就开始开始看要安怎合作。看这个合作呢，我是讲最重要的。俄罗斯呢，他就讲我即马甲你美国我开始我会当理解。我开始我甲中国咧，我爱国的因为毕竟共和党内面嘛有一大阵的这建制派的人啊，这过去建制派的人对着
传统的美国对着中国的政策，在这10年之间已经产生了真大变化，嘛是对川开始对中国的政策有所变化，在高科技、在经济这种制裁顶头，难道这袂阁继续吗？会继续，继续呢，就是讲会改变。还有抽屉的空间。系啊，就是讲会改变啦。就是讲，即个吼，拢会使用讲的，用大盘的来讲。这咱就讲起来就是讲无确定啊，都这是一个无确定的格局啦。蔡老师安怎看待？就是你讲的，众议内底有一个对抗着中国共产党这个战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你甲共和党即嘛是搁得手啊，这嘛是2党的众议员参加的委员会，我相信是安尼啦。这个川普总统起来了，伊会甲拜登讲，这科技的关税拢取消，无可能啊。这继续，当然有一寡手段伊会去处理啊。但是比如讲，川普讲，你莫搁对台湾军机演习，习近平会接受？伊若真正有接受应该先问讲，特朗普敢会用这个物件当作是甲中国谈判的主要议题吗？其實足簡單的嘛，真在意這。你也看菲律賓、日本、台灣攏遭受到這個問題，共款這個問題，就是攏要甲你嚇驚吼，要甲你去侵入。對台灣嚟講，這攏伊個國內海，所以我感覺是安尼來講吼，川普總統毋是，我相信啊，伊個幕僚嘛甲講啊，講這個代志安怎處理啊吼，有個代志毋是講咱會當。但是伊即馬第2任啊，可能有咱會記的，頭1任吼，伊會落個安尼走來走去，後面都走了了咧。對啦，但是就是講，伊甲中國打的迄個標誌吼，比拜登較嚴格啊。伊是感覺講這個，伊就是要迫害，伊就是要甲咱美國趕出這個亞洲嘛，足簡單的道理。所以我感覺講，伊交中國無可能講會當講大家。較早講吼，克林頓時代，我大家用橋啦，用講生理，也是送你幾隻熊貓啦。這個時代已經過啊，無可能啊，無可能。我都講啊，大家來悄悄講的，唔是迄個時代。伊交競爭人嘛甲放講啊，競爭的條件攏放講無成立，後來伊就拆面，我無要甲你講啊。所以我感覺講吼，伊好處就是啊，伊早講你就是要甲我騙，我袂當互你遮好食困啊。習近平若要甲騙，伊嘛是袂當互伊好食困啊。你若講要來講，我問你台灣的問題是要哪講？中國就是攏無愛放棄嘛。伊會繼續演啦，伊絕對繼續演，演到啥物時陣，演到伊介意的政府選出來啊！這我是我的看法啦。是，一定。我想國際政治吼，主要就是咧討論價值、價效，意思就是道德甲現實。即馬川普這個總統起來了，咱一般來觀測是伊的交易性較懸。交易性啥物意思呢？就是講伊有可能甲一般來講的價值摕來做買賣，還是講互通談判的這個。目標啦，就這個目標啊，就這個物件。所以呢，啥物叫做價值？以美國來講，伊有一個對以前列國，就講這個國家開始了，伊就感覺民主制度是伊應該愛去維護的這個價值。這個價值是毋是到這個川普總統，伊也有甲這個信念，伊感覺講我就是愛甲這個民主制度，尤其是佇個世界內底。為有這個民主制度應該更較範圍啊，還是講這個國家你也是民主國家內底，我應該愛支持你，這就是一種價值。這個價值假使若是會使互這個總統這種川普總統若假使有這種信念，這個就無問題。萬一若毋是，就是講伊個交易性較大，連這個就是講民主制度伊也毋是伊。應該愛去遵守的價值，伊感覺講這我美國這個優先這個我國家利益是上比這民主制度，就是講我推廣這個民主制度更較優先，安尼就較危險嘛。是。伊咧我對問一個代誌，就是講，難道伊無迄個理解的程度講，其實即馬中國的這個強真強？還是真硬，其實攏是過去對着這個傷注重着價效所致數，但是這根本的根源是價值的問題，所以應該要堅持着價值
某种程度坚持着价值，才有他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你看伊无这种理解。以前莫讲伤远啦，对冷战以来，就是美国伊家己认为伊是一个民主制度啊，民主伊应该带领着这个世界上民主国家，尤其是要用这个民主制度这个国家来对抗非民主的这制度啊，但是。伫个选举当中，我看我嘛毋捌听过讲，伊咧对啥物民主制度爱维持我是一个民主制度的领导者，我敢若毋捌听过。期待一个会加味 ，Golden Age， 就是啥物是价值，啥物是继续。假使维持价值的成本太悬，安尼就变做伊个继续就要维持。美国是支持乌克兰，讲实在对美国有啥物继续？对无？乌克兰嘛无威胁美国嘅安全，然后罗西亚提起就提。